线，重说一下。这个叫控制器搭线，嗯这个是车把组合体，这个叫电池，这个叫尾叉。尾叉。这哪个是前轮，哪个是后轮？这个是后轮，后轮。这个是前轮。大小呢？大小前轮14寸，后轮12寸。这个是电机。电机。这个是后减震，后减。这个是控制器，控制器这个加电源线。这个是龙头管。龙头管。那两个管子呢？这两个叫前减，分左右。前减。前减震。哦。那个叫车架。车架。